谁再侮辱我们退辅会、欺压农民，我再脱一次西装。刚刚有讲到上将军的事情，但是这在我内心我从来都不讲出去。我在小时候就想出家当和尚，即使升了将军，即使干什么以后，这个念头从来没打消。等到要我去当部长了，我唯一觉得困难的时候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做。后来我有一天早上静坐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就把我的衣服。刚刚看到我在公祭的时候穿的衣服，那是和尚衣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和尚穿的颜色。现在我不敢批评了，我看到我们很多的出家众穿的非常的鲜艳。我个人心目中的和尚是穿的深灰色的长的衣服，不会露半个肩膀在外面。那个也就是说，我们是非常遵守宗教的戒律的。第二个穿的就是我从我们尼山这个中小学学生下车，我看到他们欢乐的情况，站在台上他们唱歌没有笑容，因为太紧张了，尤其是我坐的这个中间啊，所以等一下你们假如再表演，我坐边边去。青年呢是我们国家的希望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今天你看看，谁在侮辱我们退辅会、欺压农民，我再脱一次西装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我们所有参加的处长、院长，他们通通都穿了西装，只有我没穿。两个意义，第一个，要不然我想不出来我是主委；第二个，我怕现场有咖啡。